伫台北市夜店台市警察的犯人易宝煌，去年因为去外一家服刑引起争议。最近又搁互逼讲易宝煌捌使用毒品，也毋过外一家的审查记录无毒品的记录。连政署嘛开始调查检所人员有违法失职。另外，行政责任的部分台北监狱顶个月记2个审办人员升阶，也毋过这个处罚是互法务部的矫正署退回，要求搁再重新检讨。认为有关惩处的额度跟惩处的人员，还有在检讨，另外也希望一并追究，主管的连带责任，所以说有关行政责任的一个惩处案，目前是退回给台北监狱再做重新审议。那我们也请台北监狱尽速把审议的一个结果，立即报来矫正署。外一家的审查表有使用毒品记录的评估，也毋过易宝煌虽然有使用毒品的记录，无交到这项，嘛互质疑讲审查的过程有问题。廉政署已经开始展开调查，嘛来查讲敢有高层的人员涉案。